是吴新发，台中董事客家人。小时节呢就看台版，大时节就学大班，30年呢。董事当年的长夜班，就有一个比骑灯笼、说实验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记下，也就是看台版、编台版。以前农业社会啊，家家户户需要南电来路通，屋卡迄又出又电啊吼。当年长夜班主要打扮车神，大班越大越重，越能表示诚意。以前大班综合必备都个进行，遇到面子问题没输啊，没送到庙方之前，当然提供也家人的打新电班和打吉他。除了去看台版以外呢，长夜班还有拜神殿的庙，仲还有接台版的法通，台人小人主动期待，次次看了自家的书戏，跌到身高就做得带转于这台版。不管爱说也没说，也就是董事客家人对台版文化一个传承。也少子化甚至无子化的关系，不管家内有强来也强妹啊。庙方就会准备奉办来拜神，感谢一年来的保佑，并希望保佑新一年能得顺遂平安。